是林彩云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彼之间》。今仔日来甲咱台中的大道吼，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个平常时就咧帮爸爸斗包剪脚的妹妹。啊人吼，就生做优秀啊，但是脾气来吼嘛真车气呢。咱今仔日吼，就看伊来做伙算。有人你的无？哎，已经咧无用啊。嘿啊，那你来听伊的指挥啊啦。无问题，那由你指挥。那个家宝，我坐车是无？对，我和你讲。先来你套3工。所以这个速度拢是参渐的掌握的。对啊对啊。安尼你要安怎决定要紧还是慢？看我的心情，有时阵心情好，我就较紧点。心情好较紧的。心情较歹，我就较慢，然后伊就会催，紧的。无会袂赴啊。袂有是赶马去。对啊，爱赶中昼，爱紧出台去现场。啊，因为阮拢是同工的啊。对啊。哦，同你现包。对啊。那你无爱足早就起来啊？足早就起啊，7点外就起来开始准备啊。哦，佩服你呢。啊，你拢足甘愿安尼起床斗3工？我想要困。爸爸摇头呢。对啊。但是你是爸爸有甲你有交换条件嘛？是讲啊，无你若想愿意过来斗3工？因为伊讲我一定要帮忙。受到危险。伊就讲，譬如讲你帮忙者，袂啊，平啊拢我咧甲你买。平啊，但是你钱倒位来？我会投注伊，啊，伊每一个月拢会互我100块。你投资伊呢？会伊咧投资你呢？伊嘛是股东啊。你讲恁阿明哥你的股东？对啊，所以做伙做嘛是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啊无你当初摕偌济资金出来？你讲300块。300块，你看，300块一个月分100块。你两个尔对无？对，我2个呢。两个，大股东呢？对啊。你一半爱分伊呢？我感觉我去用脾气啊。袂啦，伊嘛是拢有咧陪斗3工。我看恁安尼，虽然一边咧讲话，但是手拢无停落来。系啊。代表已经足专业、足熟手的。足熟手的啊。你要试吗？好，我试看卖。好啊好啊。你甲我教。好。你教。这个你已经藏起哩。藏起哩，你就打起来就好。还有一个卡达。对。那你看我上好是摕一个皮，安尼个动，因为伊有时阵会喷。哦，这就是美角啊。对。你先打你啊。好。打这个就会使啊，无伊会连刷一直走哦。哦，哎，无要紧，咱家 OK， 放一只。第一届了。第一届出菜正常的啦。你会记住你第一届爸爸甲你教的时阵，你敢有同我同款？无。因为之前阿嬷会帮爸爸用，所以我会看，我就会晓的。啊，算讲你是坐包进前，你已经学足久啊，就对了。好安尼，我搁试看卖下因为看我袂记一骹一直打的，所以打一个就好。就打一个，伊就安尼是安尼。好。打。真顺哦。头头来。无。啊，袂记这个。哦，加一粒，你加一粒。小姑。老大，紧来，加一粒。互你来好啦，你来就好啦。恁那毋是赶要去上班啊吗？我看你包。嘛是爱交互专业的吼。对啊。专业的老大。大，你感觉我安尼表现啊？70分。有甲70分吗？满分是几分？
200分，满分100哇分，，安尼够好算的呢。有入价啦。哎呀，对啊，上无我阁有入价。真的。这是我的爸爸，伊叫做林祖明。我感觉伊足有爱心的，因为伊拢会关注好有需要的人。不过伊的面长长，我拢叫伊买啊，来。啊，时间是后，等下等下，养到水了，你卖教我，我不翕啦。来，咱来比赛，好，要比安怎？看啥先包好5个，比速度就好啊吗？无你嘛要包好水。包好水，有速度甲有数量。对。好来，我甲你讲哦，虽然你是阮大的吼，我若赢你，我是袂让你哦。我若赢你，你袂当见小灯上去哦。没啦。哎，你已经包一粒啊！我搁伫遮。哇！姐姐，你这样包错了。毋是咧包水饺比赛吗？阮兜水饺拢包安尼啊。不是水饺，毋是水饺。是要真的爱是长的，你这无长。咱都毋是讲包水饺比赛，包对就对啊。规日等下裁判来看啦。好啊。你是毋是惊输啊？我惊输。敢是？敢有可能？这有自信的好，哇，这是阮是包无同款的吗？比赛无，这拢是锅贴。锅无，咱拢毋贴。是讲水饺吗？毋是讲无。水饺啊，我著包水饺啊。哇，这如果是锅贴，绝对是第一名的。这若是水饺，嘛是第一名。你所以应该是讲讲规则迄个讲唔对。大就搞做人。指示了，我不是在包这个时阵就讲要包这种的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咱等下吼来现场，咱就来真看卖，今仔开单无爱卖付，咱等下就爱中昼就爱紧去啊。时间要到就对。对对，咱紧传传咧。好。行行行，咱来收收诶。对对，来。阿明锅贴上架。这嘛一定嘛你画的。对。来，对吧？来，然后这样，这样甩出来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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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头啊发，这样，摸头的，对，好嘅。来猜来猜，芊芊，差不多啊，安尼听若少啊，咱就会使甲迄提起来啊。你教互我，以后莫叫我跳舞。袂使，咱就爱跳。我帮你搞迄水的，因为拄我有面青的嘛。 Hello，你好，我想要15粒的锅贴。好15粒的锅贴15粒咯。 ，15粒。我给下你几粒？哎呦，阮头家今仔心情好，加送你一粒。哇，你好，看到看到。哎，生理头脑呢？走的，这生理较小啊，的。帮我归下。คุณใจอ่ะว่าไหวเจอ 用头当来看会好啊。啊，这个搁扛起来，搁扛起来。个冰起来。袂惊。抓，我抓一个。爸爸，哦，大飞，你好，咱等下看者来。这是酒啊。大飞啦吼，大飞知影，等伊就知影这什么口味啦吼。大飞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伊甲报起你啊，你就知影啦，安尼就知影。还挺怪啦。无啊，这个管那个包一斤啊，翻过来懂不懂？ Hello。啊，导游啊，我底下点吼，他会做环保战士。现在，我攞去环保。是，赞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咱即摆来帮爸爸买伊的庙。
包水饺会了，是。逐摆拢是你来帮伊摕吗？无，我有时阵无时间的话，拢是伊去摕，因为我有可能会困到12点外。自细汉就拢伫遮咧走动，是毋是？对啊，就细汉的时阵就家己行，这个市场是真正足大的，对无？应该算大啦。是足大的，食的啦、耍的啦、用的啊，拢有。咱先去摕爸爸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这个。你真正洗过头的。你爸你家，嗨，你帮忙爸爸配吼。对啊。定定有看伊来斗相共啊。对啊，拢会晓我算我拄啊好。 3、2，好，安尼350。谢谢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不哩也重呢。对啊，食重啊，啊万呢拢冻掉啦。啊，若毋是今仔我甲你斗相共，你拢爱家己赶。无，啊无咧。爸爸有来，我就伊摕。哦，是。好啦，那阮继续来说。谢谢哦，谢谢，拜拜。我甲你讲哦，迄个头家娘足亲切的，嘛足热情的。嘿啊。我经过的时阵，你说妈妈买吧，你看我妈妈，阿姨，安尼。你嘛拢袂当做歹代志，袂当偷带男朋友来吼。我我伊就踮去甲你爸爸讲啊，对。爸爸是应该是 OK 啦。真的吗？应该啊。这样你要开口吗？来完成今仔的礼物，耶！Go！回家吧。我要甲你讲，只有一个，迄爸爸，逐工拢会伫这个存钱筒底存钱。你知伊即摆有偌济吗？你摕看觅。哦，足重的咧，内底拢50块，再搁有1000的。钱财不露白，钱财不露白。无，这是迄经费。什么经费？就像我甲爸爸毋是会去环岛，这就是经费。是，然后逐工欠。伊逐工拢会投50块，无就安尼100块。已经满出来，无落去投落的时阵，伊就会摕去全联迄种换钱，就存落伊的银行卡底对，然后来换钱。啊，后壁就开始继续投。那安尼你去过足侪所在佚佗咯？对。哦，有去过倒位？这就是我的小本本，哇！去环岛的迄，咱第一只讲。好啊。爸爸咧环岛之前拢会做一张单，搭的迄车牌遐。这是第一届。你看，伊讲芊要毕业啊，送伊一份难忘的礼物，那就是环岛朋友互芊一个赞。这是搭伫咧奥多摆仔顶悬吗？对，车顶悬。这是奥多摆的车牌顶悬。哦。这是伫个2020的迄届。就是你7岁的时阵。对，第一届，因为我要幼稚园要毕业啦。你迄时阵敢知影爸爸要带你去佗？伊讲伊要带我去奥多摆出去耍啊。然后咧？然后伊就讲，我要去互我来安尼洗一轮哦。哈？啊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唔知，迄阵仔唔知。你就戆戆啊缀咧去。对。看到这吼，我真正足感动的咧，对无？我拢有翕落来。虽然你拢袂记一啦。哎，你那咧写伫咧奥多摆顶悬，那敢有人路途甲你讲生日快乐？有。是。上特别的，我上记忆重新的，敢若是即届。即届。安怎讲9岁生日的时阵，有一个扶贫大熊猫诶，安尼徛起，然后就安尼。比一个爱心徛在头前，安尼比一个爱心哦，印象就深嘞。你知伊咧甲你祝福？知啊。是足高水的。咱写一下今年要环岛的迄啦，好啊。迄车牌啊，要写啥？一种先写环岛综合。好啊，你要写吗？后写。我写。你要写，好，换你试看卖。环安怎写？环安怎写？哇！我是感觉换我写好啊。啊，字以外的。会会使哦。啊，今日要安怎写？要顺时针还是
无共冰的。顺时针好啊。顺时针啊，豆会去写，来教我拍，我写豆，顺时针了后，可以去花莲升飞行什么？赞哦！那你会惊啊？你看你惊是我我吗？袂惊啦，我拢敢冲出去啊！就是那唔知影是上到遐，我第一个呢。好，恁同学有做行神力的吗？无啊，讲你免上课啊，无做行神的。无，无啊，无就是。干你感觉你转来足乌的呢？有同学安尼讲啊，讲你足乌的啊？对啊。之前毋是会挂迄乌面目镜，个乌脸目镜。迄面遮就安尼，遮白白，其他拢乌乌。有会食泰哥？泰国泰哥你是话啊？这尾节啦，这啊？这是小猫咪。你这写一个王，哦，你王啊下去。你王啊下去。小猫咪就不会。啊，好细只嘛是变这啊，好是细只就是小猫变大只的。哦哟，搁这小猫咪，真正是看怕。一起讲的台语课。咱今仔日要介绍的是，好，这是高丽菜，为什么要介绍高丽菜？因为伊是蒸饺内底的材料，脆脆就好食的。啊，来，咱搁讲一摆。高丽菜。第二项要介绍的是韭菜，包水饺嘛会用到。你介意高丽菜，但是我介意韭菜，咱搁讲一摆。韭菜。阿倩，这敢你咧耍的粘土？毋是啦，这是米粉粿啊，面粉粿仔是？水饺皮的下卡料，啊，阿嬷足介意食的哦。真诶哦，安尼袂当算食物。来，咱搁讲一摆。米粉粿啊。来比啊，我家看到遐，你我啥个？你我搞的？好，我先去你呀。想当初伊甲细汉就会使坐伫咧头前，迄放遐咧拍咧困，即摆已经无法度坐。一定会砸着你的目睭。对啊，砸着我目睭啊！啊，谁人我要有环岛？其实足侪人无想着讲，你干呢想要帮囡仔留下伊的记忆。对啊，以后你若毋知影囡仔讲伊安怎发展，啊，但是你会使替家己留下记忆，歹势。伤感动啊！对啊。就希望讲伊过程当中就快乐安尼就好。姐姐，我，伊是我的家人，伊叫做 Kimchi， 伊的名翻译过来就是泡菜，伊做过水的哦。这还有想要甲伊讲，这乖乖呀哦。OK， 安尼好无？还是搁要较细？细一寡寡。安尼好。谢你哦。要帮我摕一个碗者。好，我啊，无帮我摕一个碗就好啊。哇好，这块好无？这块。你有定煮即出吗？定啊，定食。对。你家己煮，你想要食就会煮。对。无怪哦，我看你迄两个量早甲盖好呢。哦，袂歹哦，看起来。这有一个歹用的，这碗这鼎有一个歹用，我拢用平底锅。啊，你谈拄我无讲，无我正经做好看，啊要安怎？就是无好看的，毋过好食就好啦。好，咱等下食了就知拭目以待见分晓。等一下，我甲迄挂上。换你。换我吗？好。千我要落鼎哦。
飞机去南洋。啊，厉害厉害！啊，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！烤焦了。紧嘞紧嘞紧嘞！哦，你的真正看起来加足水的。哦，水哦。等下等下等下，我谈你做伙出来。等下等下等下。哎呦，烧！哇，足香的足香的。哦，片了足好食的。来，我帮你刷一下位置。来3、2、1。哇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阮摊在伫厨房，想讲临时来 PK 一下啦，要看卖啊咧。这是我的。小姐是你煮的哦。这个足水的应该是芊芊的，啊，这是应该是婷宇的，因为我捌看过芊芊炒的人足水的。好啦，你就免食啦，爸爸一啊，食看卖无一定哦。对，不一定。对啊，无一定淡一个盐落落咧。好。他故意的，他知道那个是谁的。啊，我先夹这看但是你卖。爸的我不知道。虽然是臭大，但是袂歹食呢。是吗？嗯。好，食过了，最后的答案就袂当去办啦。好，所以即摆个试食这伊边。去试一下，试看卖啊。哦，这有一寡较叮当哦。阿妈多食倒的，哦食这。阿嬷你阿妈你食这，就看卖这。你莫跟平我看。你咧食过，感觉是你先卖讲话。有志无好的人咧食的。咸淡少者。这较有气味。说啥的？这是芊芊。是吧？啊，你讲倒的是我的。千年的。哇，bingo！感谢感谢。好啦，是吧？要对吧？我甘拜下风。因为芊芊佮有装饰一个足水的。你一看就知影这是伊煮的。对啊对啊。讲到这，伊定定生气吗？伊哦。无啊，你有对爸爸足歹无？无啊。无啦无啦。足温柔的。对啊，我足温柔的。足温柔的，你小大家情讲，呢？大家讲我足温柔的。我看恁两个的互动，真正无像是父女，较像是朋友，对啊。对无？阮就希望讲会使甲囡仔像朋友安尼共款，啊有啥物话伊会甲你讲，对啊，趣味的伊嘛甲你讲，安尼咱较知影伊过程当中啊拄着啥物问题啊，咱需要甲伊伫边仔甲伊协助帮忙的，对啊，伊有啥物代志咱也使甲因讲，啊咱嘛会使甲讲，啊无形当中咱就会使学着足侪物件。算讲互相学习，有无你有感觉？对啊。食较细脆的，新鲜嘛。新鲜吗？唔敢食这。这人真正好食呢。今仔日安尼规工吼做伙落来，你会让感受到，虽然因拢咧吵吵闹闹啦，但是芊芊面对工课吼，伊嘛足认真的呢，迄去客料啦，是咧顾大拢袂凊彩，而且阿明哥吼嘛真用心，咧帮伊规划，伊要去环岛的旅游啊。虽然讲芊芊较早细汉的时阵无介意，但是好佳在伊即马愈来愈大汉啊吼，伊知影爸爸的用心伫对，伊即马拢会期待后一撮的旅行。这嘛，互我想到吼，我大概拢讲要带阮爸爸妈妈出国去佚佗，结果拢讲的尔无做，袂使，应该紧来规划一下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修成的你就会唱英文歌？你要我唱，我基本都能唱。真假的？那你吹一个最厉害的。基本，快选。我是跟你客套一下，我不一定什么都会唱。给你放鬼脸。所以你大工拢会听恁爸爸谈心吗？大工啦，有啥代志就甲伊讲。所以恁两个算讲，互相拢足了解，敢是？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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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